台中有一间卖场，有民众用手机翕到一个查甫人伫小鬼壳，佮夜刀咧乌白吉，一直向边一个查甫学生越过。虽讲是无甲人伤到，毋过嘛引起惊吓。警方表示，目前无接到报案，会主动来侦办。穿破色衫的查甫人伫小鬼壳伫百货卖场的地下室出现，看落真奇怪。详细看，伊的手头好亲像摕来物件，也捌正挖近其他的民众。虽然这查甫人是行来行去无进一步的行为，毋过嘛互毋知伊伫创啥民众着生惊。有民众伫网络打这段画面，伫小鬼仔的查甫人敢若感觉真好耍，翕相的人嘛一直笑，好亲像是咧创敌人。这里是公共空间，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会请大家的帮忙。我会上前跟他制止说这种行为不好，因为比较胆小的会被吓到。翕相的地点就伫台中东区这间卖场的地下室，内底用餐区是属有公共空间。警方表示，为画面来看，查甫人虽然无伤人，也是攻击行为，毋过已经违法。本案警方尚未接获民众报案，为影片中当事人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及违反《社会秩序维护法》第63条规定。我们24小时都有值班人员，警方表示，虽然无接到报案，毋过会主动侦办。若做确认违反社违法，会当处3天以下拘留，也是3万块以下罚款。卖场是讲，原来会加派保全巡逻，若做有可疑的代志，就会通报警方，确保人客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